哎，怎么样？咋子你干嘛？如果来气到了，没你小哥去你那里，别动毛了。他那个没你看看等于别了，没了，不能别了。后面我那明天去那边都查了。啊，你那个等于老叫的了，哎，妈妈别那买些欧茶来着了。他们天来不来都是我们。我的考研就完了呢。是我们。应该就是一天就来家了。这里都不包啊。而且也不一般，对的。这个呢，反正我都看呀。这个哪会做？是吧？漏是吧？这面包那脚底去倒不了。哎呀，他那么漏的，没漏嘛？你那，他来吧，你那个他来吧，回他干嘛呢？你不够钱的那边，你够房子吗？你？漏的漏。应该这样说的。对了。这边那锅呢就土背上，都全嘛的土背上，